历经地动和战火洗礼，经过文化交融和对立，伊斯坦堡共款向会总体。掌控欧亚大陆的门户，战略地位特殊，土耳其伫世界经济舞台有伊的地位。2020年，土耳其国内生产物价 GDP 超过9000亿美金，赢过瑞士、台湾和阿根廷，排名全球第19大经济体。准则往回无用试试，开创土耳其经济引擎。历经世纪强震，离首都1200公里外重灾区，煞是无共款的风景。نقول ما في هون هاي عادي يعني ما في شيء هاي نشاف 后援时啊，来自叙利亚瑞莫和 Rim， 看囡仔领完物资，准备行动去，因最近冇共款的烦恼。بسبب الدبرام صار عندنا صعوبة بوجود يعني بأجار المنازل، صار عندنا يعني صعوبة بإيجاد البيت. صعب كثير عن جد يعني تشنطتنا كثير ما في كل شيء غالي يعني الأسعار صارت كلها نار بيوت ما في يعني صار ضغط على الريحاني إنه فوق سكان المناطق الثانية فيعني صفينا أكثر شيء العالم صار تقعد بالخيام آخر شيء تحط عفشة بخيمة وتقعد هي بخيمة فكثير الوضع صعب كثير صعب وعم ندور على بيوت. 地当过瑞茂桥经济金的出头给赶走，真无简单找到新厝，两间房间简单公寓，和地当进行比拼，厝虽是贵三三。هاي الأوضة تفضل شوفوها يعني هذا الوضع شوف هون هاي المطبخ كله فوق بعضه يعني ما في شيء وهاي هون يعني مثل ما شايفين هذا حامل هذا كان يعني تقريبا 300 ليرة 350 هلا صار في 1200 وما عاجبك يعني معطيك اياه 1200 وكارم عليك ما عاجبك ب 1500 2000 انا باجره وانت ما عاجبك. 中经济内，灾民走去灾区的周边社区，厝无够人住，真侪厝头家借这个机会要来赚灾难钱。原本就伫咧社会边缘艰苦默默受的叙利亚难民，可较找无路。أنا ما صار لي بهذا البيت 25 يوم لسه طالعة جديد صاحب البيت القديم طلب البيت كنت باخذته ب 400 طلبه قال بده يسكن فيه ابنه فاضطرينا على الطلعة طلعنا وهلا اخذت هذا البيت جديد بس ب 5000 وبدهم للسنة لقدام يعني ونحن ما معنا انا جوزي جريه بتوجعه وعندي اولاد كثير يعني ما في مصاري. 地当过强要失去全部，找无所在住是真侪灾民的共同困境。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Marasha 郊区的一个帐篷区，其实很多小朋友如果看到我们，其实马上就会围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在哭，他们现在要带我们去他们住的帐篷区。OK。其实这边一看就知道，以前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小公园，但是其实现在公园的空地都已经是搭建的帐篷。我们已经有经过他妈妈的同意，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地震后他们是住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Hello, good morning. 这个帐篷空间其实他们就把自己的毛毯铺起来，是他们的睡觉的空间，也是他们当作客厅同时共用的空间。灾民的心声，监管主管机关拢唔知影。这样小组这样市政厅问，所发现公交单位共款自新南部。这个位置原本是 Gobasi 的市政厅，原本的市政建筑呢，因为地震而已经倒塌，在拆除过后，这边已经完全渗出了水。那他们想要把水给清除，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最后这个地址就直接变成一个空地，留在这里，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重建的工作。市政厅正做积水池啊，对价警察局是以组合处临时雷达，市政的运作就要全面停止。土耳其政府发出一年来中
中建材区到底敢会行？ Cumhurbaşkanımızın bir taahhüdü var. Yaklaşık 850 bin bağımsız bölüm. Yani iş yerleri, samanlıklar, köy evleri, köy konutları ve şehirlerdeki konut ihtiyacından toplamından bahsediyoruz. 850 bin. Allah nasip ederse bunun yarısından daha fazlasını bir yıl içerisinde tamamlayıp hak sahiplerine inşallah teslim edeceğiz. 我们的灾害研究里面对抢救、安置、重建是有一个3阶段，就是灾后各自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安置时间大概是抢救的10倍，重建时间大概是安置时间的10倍。以土耳其这次地震来讲，它没有5年绝对没有办法达成重建的目标，好一点是6年、7年，最糟的状况可能到了第9年、第10年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就是完成重建的工作。 Ölçüm cihazı var aslında ölçtüğümüz, onu şey yapabiliriz. Limon yağı, hidrodistülasyon yöntemiyle elde edilmiş. 天灾重创民生经济，最近伫咧安卡拉省加工厂是土耳其保健产品和芳香精油上规模的业者之一。管理金用赶快都会过地动灾难。 Ve bu deprem olan bölgeler genelde aromatik ve tıbbi bitkilerin yetiştirildiği özel yerlerdi. Bundan tabii ki çiftçiler etkilendi. Dolayısıyla biz de etkilendik, ülke etkilendi. 경치影響百工百業，出現欠工和欠着的危機。2023年5月，土耳其失業率維持伫咧10%，看起來變動無大，不過真實情形是，重災區受創慘重，失業人口歹估算，根本無入去統計。 我自己这一块就有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原来的配合，因为有一些工厂可能就毁损了，当然还有人员很不幸的罹难，比如说橄榄没有人工的采摘，没有工厂，所以我们的供应链其实也有发生可能会有断裂的危机。 Baharat yemeklerimizin vazgeçilmezi. Onun için çeşit çeşit bütün hepsinden kullanmaya çalışıyoruz. Değişik şeyler de kullanmaya çalışıyoruz. Uzak Doğu'dan gelen baharatlarımız da var. Onları da bir şekilde harmanlayıp güzel bir şey sunuyoruz baharat anlamında. Bitkide de aynı şekilde kendi bitkilerimiz olduğu gibi yurt dışından gelen bitkilerimiz de var. Fasulye kurusu. 202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土耳其的地文化列入去世界無形文化遺產，阿拉地米和香料、痿板、加工到分裝，全部都要靠人力。 Yapıştıralım, arka etiketlerini yapıştıralım. Yok. 2023年7月7日，土耳其調關基本工資為8500里拉，調整做是11402里拉，差不多是13682台票，調關34%。這是土耳其政府2年來第4擺調起，逐擺調起攏超過3成。第二季面對原料和工資上起，業者的考驗是一波接一波起。地震之前，我们的通膨本来就高，那又碰到了 薪资调涨，所以滚动式再滚动式上去，那其实我们看到数字就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数字。这边是工业区，我们讲那个工业区，然后这边是商办，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在那边。华视新闻团队前往伊斯坦堡工业區，實際了解災後大小狀況。 那皮料本身，我们就是属于粗胚，完全没有纹路。经过表面处理之后呢，经过这台机器，我们叫做真空吸纹机，然后来到了这个模具头，然后它有一个真空效果，吸出来之后，它就会变成像现在这个纹路。一款一款的配料经过加工，准备送去中盘商製造產品。來自台中的林英堂20多年前來到土耳其，創立當時頭一間台資人造花工廠。 那我们主要做的都属于精致化，就是客制化的东西。那在整个土耳其那么多的工厂，将近30家工厂，他们几乎都没办法达到这个目标。这边是属于地震应该是在2月底
的时候发生的嘛。地震发生的后来的这个2、3个礼拜，就慢慢就发现说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越来就是有点往外扩张。那很多在伊斯坦堡这边的鞋厂都会发到东部那些城市去做侦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就影响到了，因为他们没办法继续去持续做交货的问题。我们这个这是最早的机器了，这是我的第一台机器，拼装车，意大利的、土耳其的。地震之后就有很多建筑物的倒塌，像一些鞋店或是连锁店，那它付款也会相对出现问题。那你也知道，如果当你的前端的消费者付款出现问题，就是影响销售，你这个后面的我们的产业就会受到影响。捌当过金融海中，土耳其货币保起几期，想到世纪大地震过，搁迎接新难题。在东部的这些10个城市的，因为地震的关系，几乎他们所开的票，假设是30天、60天，甚至180天，陆续从2月份到现在，已经开始产生它的骨牌效应了，因为它的票都不会兑现。地震过土耳其2023年头一季经济表现逆势成长4%，全部靠国家重大建设在动，佮挑战全国产业3成的制造业，所以家己承担经费紧缩，厂商跳票风险，产业要如何进行？对土耳其来说，他们政府一方面会继续的推动这种大型的建设，一定会，甚至未来他们现在在盖的核电厂，有点类似我们台湾早期的10大建设，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带动所谓的 GDP。民间的这个产业的复苏有时候需要政府投资下去协助，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恢复，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利息补贴或者是免税的一个协助，在那个灾区内来协助它一个产业的重建。Yes, good. 继续啦！土耳其世纪大地震撼动真侪人心。Earthquake！ 这个我没有看到哎。我们那时候就是余震，很多。看到灾区惨败景象，情绪激动。因是南投玻璃镇桃米社区居民，嘛是921地震的灾民。921那一天呢？其实我刚做完月子回来台中，然后地震突然来，我们重建就要这么久的时间，他们是整个你看不到底、看不到尽头的整个毁灭性的一个死亡。看到最后，我很感谢那些去救我们的人，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有希望。桃米社区也是玻璃上产一个所在，921地震过，居民用在地优势反转危机。桃米这几年7地的营造，第一个是水池，第二个蝴蝶的食草跟蜜源植物。那营造的结果以后，那边很多的小紫斑蝶、端紫斑蝶、湿式紫斑蝶，还有这个青斑蝶就回来了。重建并不是干那厝翻新，经济嘛必须重新复苏。我们在社区重建的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有一些亮点。那因为这样强力可以聚人，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市场的一种模式。那在紫教堂重建起来的2007年，游客就更加喜欢进到这个桃米社区。桃米社区重建了紫教堂之后，就变成因为桃米一个很偏僻的，其实在埔里里面是很偏僻的一个小村，它变成是整个埔里最赚钱的地方。建立古堂饮食的助力保守，灾区才当讨棒比情，甲自信吹回来。它的改变除了环境的改变、人的改变，还有最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它重新让我们觉得有希望。我现在不觉得我现在是地震灾民，我是以桃米人为荣。
当煞尾地动渐渐消退，勇敢和团结，教咱为上天站起。世纪大地动为咱人带来大毁灭，煞嘛是终生契机。